自2017年以来，中国当局加强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迫害，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然而，无论中共采取什么方式欺骗公众，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向世界人民讲述了他们被关在教育集中营期间的恐怖经历，揭露了东突厥斯坦的真实情况和中共为掩盖事实真相而采取的新点子。据韩东网报道，为了避免继续被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正在伪造集中营情况的信息，并通过宣传来散布假新闻。政府人员到一名前集中营拘留者家找到他，称他在教育营关押期间的档案已被全部烧毁，现在要为他补拍照片，建立新档案，证明他从未关进在教育营，而是一直在家中被中共监管。波兰人可克提求泽是一名东突厥斯坦志愿者，几个月以来在波兰各地举行单人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最近，他继续在荷兰波兹南市举行单人示威。他戴着东突厥斯坦蓝乐旗和蓝色头巾，横幅上写着"拯救维吾尔人，关闭集中营"等口号。他希望以此引起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局势的注意。中国贸易部长钟山表示，9月1日，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米产品中第一批加征15%关税措施正式实施。我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诉讼。周日，美国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15%的关税，中国又对从美国进口的原油征收额外税。在最近的事态发展后，中国贸易部长钟山表示，最近提高关税的协议违反了中美在大阪的协议。美国海军首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开展联合演习，8艘战舰、4架海军飞机和1000多名士兵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发生在中国和美国在南中国海的高度紧张时期，中国军舰继续存在于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苏鲁拉表示，他们将回应以色列的可能袭击事件。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发表电视讲话，谈及前一天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说，他们已经删除了红线，并表示他们将对以色列最伸出的攻击回应以色列袭击。真主党昨天表示，真主党自黎巴嫩境内发射了数枚反坦克导弹，命中了以色列边境城镇阿维维木莫沙夫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以及一部以军车辆。美国负责阿富汗事务首席谈判代表披露，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出将近5000名士兵，并关闭5个基地。美国驻阿富汗和平进程特使哈利勒扎德表示，美国和塔利班已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草案。哈利勒扎德在卡塔尔与塔利班举行第9轮会谈后，在喀布尔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并提交他和塔利班达成的和平协议草案。